覺得同上一次好唔同喎，第一套好唔同喎。第一套就係個故事行多啲嘅，今次呢套咧就係我覺得對生命嘅探索多啲啦，即係講對遺憾啊，對一啲思念啊等等，我覺得幾觸動到啲觀眾，特別我啦，我有幾場都睇到好感人，特別係幾場係講個女主角時空穿梭地去同個男結婚喎。好感人，係我諗女主角嗰個角色最深刻啦，女主角角色啦，咁啊，因為佢係好超然嘅人生真係好慘，因為離開咗之後佢好超然睇翻，我哋現實咧好悲傷，但佢就好似係冇嘢咁樣，咁令到嗰個感情即係更加令我更加心噏。咁而個女主角做得幾好，佢唔係純粹係佢有感受地去安慰佢嗰個即係離婚。我覺得做得好好。另一個就係嗰個洋人個鬼佬，佢都做得好好啊！即係佢個角色可能好似唔係一個即係啲咩好深刻感受嘅人，但係好似一個旁述者咁樣，佢做得好好。所以整體我覺得唔錯，做到嚇。最中意嘅片段我諗就係臨尾男主角喺教堂度彈吉他，個女主角喺度跳舞，咁配合埋嗰個啲錄像，哇！我好感動。冇對白嗰啲冇對白，音樂舞蹈。演員嘅感情嘅交流，好感。